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真欢喜，咱这是个一个教会，只是咱用时光来学了咱的上帝，咱大声对嘴来学了咱的主上帝。 互相相爱，然后互相关心。这是请大家去，咱最多的兄弟姐妹讲，耶稣听你，耶稣听我。 希望咱
咱工课中的同事、咱的亲人、咱的朋友，也会当共款，甲咱共款领受一个这个病的问题。求主互咱成做一个大量的福音的勇士。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来切切来为你恳求，求主你做我一生的救主。你是我的关怀，你是我的灵魂，就是我们安静我的心，我们来靠你，我们相信奉你为了天父。你是我主，我的能望，这是我的国救我的归来。求主的力量，让我们相信来相信咱。是我主。